今年4月，台南北区北华街有11户因为边仔建案施工厝全起去，这建商是补贴租金，或者的居民先细厝搬出去。不过，这寡厝害起是要安怎处理？受灾户甲建商是超袂好势，建商即阵是讲无要阁协商啊，要直接拍官司，互法院来判，甚至阁放条讲无要阁补贴租金。 台南市北区北华街有11户，今年4月因为隔壁建案施工，害内厝起起厝起，有安全风险的住户全部暂时搬走。经过半年协调，受灾户甲建商到单有关系敲袂成，对方就直接给的答案就是说，我们的房子它不扶正，不做扶正，而且以不做损害赔偿。然后如果 要收购的话，如果对方收购我们的屋子50万一平，地平50万的费用来收购我们，可是你一平50万的费用，你是远低于实价登录的价格，不符合啊！因为我假设好，我真的卖它，我去住哪里？ 受灾户搬走了，细厝是建商的补贴。建商原本是要甲隔壁有影响到的11户拢总买了，不过有部分的住户对介绍无满意，协商破局。即马阁有风声讲业者无要阁补贴租金，甘愿行官司，等法院来判赔。一定都有列管在案。那我们要求建商呢，要提出工地的改善计划，以维护这个公共安全。目前在诉讼之中。 建案停工对民众诉求暂时无回应，干务局强调，这个建案已经立管，后续等待业者提出改善计划了后，才会开始个动工。受灾户会当考虑向社会局申请协助安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